今日我就暂请了下恁两个，以后恁就留在万华人，听我的命令。是，遵命，遵命。我好啊，弄啊你啦，你加万岁。老谢，真歹运啦！本来咱想讲好好要来甲享受一下，啊，想要到讲去当真是大万岁。都是安尼嘛，咱台湾岁也足无意思。伊家己伫遮做代志，含咱两个空拖来做粗工啦。吼，我是哦，以后咱日子一定足歹过啊。啊，唔是干安尼呢，即摆连店内姑娘哦，一个个袂用你甲吸一啦。哈，哦，咱三干故事哦。孙呀，我讲，咱找一个时间选啊，选，好，我选那个选，行。我应该好好把握时机。虽然你在世间做了真侪歹代志，不过我会找一个真好的庙师来替恁超度，而且我嘛会出家为你，来替你赎罪。老谢，哦，还有一个水姑娘，有影就好。请问两位道长，唔知这附近有较好的庙师无？有。哦，姑娘，哦，好你假使讲你问着阮两个，也若无，拢无人知影。对，阮会带你来对面去。请。多谢你。
什么所在？哦，姑娘，哦，你看，伊阿妈月娘佫真水真圆。安尼啦，阮两兄弟啊，陪你来去轻松一下，知？对，看月娘兼散步啊，对。你有我好大胆，竟然敢戏人本姑娘，卖我对你无客气。哎，哦，老谢，哇，这姑娘佫真恰，恰才好哦，互你。好啊。嘿，对。丁姑娘，嗨。多大妖的，竟然在遮恶作非为，看本事你赶紧出来！先住老命，已经想过班了，嘿！恁两个为今仔开始，留在我的身躯边。拜见金堂先主。李大兵，紧将中公娘扶好，我替伊疗伤。是。丁姑娘，丁姑娘，请你原谅在下一时的代志，将你误伤。袂要紧，我已经无代志啊。迄两位道长，张公娘，你受惊了？这两个妖道头早来人间作怪，请张公娘多多啊包涵。张姑娘甲本仙人有缘，以后你自然会明白。后会有期。李公主，伊是啥物人？丁姑娘，伊是金堂先主，拄则解救你的人，就是伊。丁姑娘，丁姑娘，你是安怎想？丁姑娘。弟兄，涂太子，哪会安尼？李洞宾，张小慧甲你同款，是一个有身体还未新鲜的人。今仔日你误伤着伊，伊会捌着性命，所以涂太子才会当救形还形，出现在你的眼前。原来是安尼。涂太子，你唔免讲啊，一切我拢知影。你占了等我已经带玉王子来遮甲你见面。你帮我说，我不会安尼，我不会安尼。白无蛋，你受我的控制，你还阁想要脱离开我，无遐尼简单。娘囝，
无死。刘囝，一个人谈钱，你我惊。丹东，在。叔，有啥物代志？去摕万年宝盒出来。是。东华，收回玉皇子。追忆东鲁山120名罪犯刑满，另派使者前往审判，独到轮回转世。东华，为师派你去东鲁山监督众女罪犯轮回转世。是。你讲我家伙，我都白做了。我们这个人嘛，这啊。我做喙蛋，我想要甲你一个。今仔日当兵会变成安尼，一定是玉皇子咧作怪。刘囝，相公，我是真思念你，啊，毋过你敢真是无死？刘囝，我早已经死啊，这摆只不过是旧刑还刑。李东斌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安怎会联合李东斌来骗我？我是陶太子，你唔是？刘囝，你集中看我，我真是陶太子。哼！你若真是陶太子，是安怎会联合李东斌骗我出来？刘囝，我无骗，我这摆来的目的是要劝你放下刀刀，立德心本。哼！我无爱，我才无爱咧。刘囝，我已经无形体啊，只要你反悔，玉帝伊一定答应咱两个做伙。哼！我才无爱相信呢。叶公主，陶太子对你所讲的拢是事实，玉帝已经答应，只要你服刑期满，伊就会和你两个结合。
陶太祖。相公。赵帮主，宝台，宝台，相公，你紧将我收好，宝台，宝台。李总兵，站起来！赵高陵，赵高陵，赵帮主。相公，宝台，你紧将我毁掉！没应，没应。安怎？出手啊！有等着你出手啊！小帮主，真好，来啊！你出手，你出手啊！相公，宝台，宝台，相公，没应，我没应，宝台。宝台，你看恁来，你看恁来吼。宝台，宝台，宝台，宝台。
等到郑守义甲我有爱，我找回天庭，尽心守护。到时阵，你一个会唔甲伊见面？另外，我甲伊讲一个好消息，陆地已经答应，天庭先生应该有尽力，强守万年之后。李荣斌，师傅，你功德圆满，随我回天庭。启禀师傅，虽然地主会用回天庭，也毋过地主自认修行也无够，所以请师傅允准地主继续留在凡间，普度众生。唉，罢了。道友同宾天月台，后生降临凡间庭，度救世民在人生，维护国土平安基。宇宙天无形界，归任降化三生七体，化在人间救世民，能化能解。外无冤，内无冤是发大愿，度己即是度人，度人即是度己。如同兵留在凡间，度亿万无尽分毫沙所苦，度亿万无尽分毫沙所劫。如先祖普度众生的故事非常的多。因为播出时间的关系，不能一一来演出。本人代表着制作单位深深感谢各位亲爱观众朋友，这一个月来合家热烈的收看，敬请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杨丽花歌戏团的精彩好戏《王必当过二庄》。